需要揀個時間下都係差唔多嘅。香港係貴好多咯，咁一樣嘅 brand 嗰邊係平好多。網購嘅內地電器，佢哋用嘅時候就加萬能插頭轉插。呢個空氣炸鍋係咪？呢個都係內地買嘅，跟住我哋需要一個咁樣嘅轉換嘅插頭啦。咁你插翻呢一個，跟住呢個就係香港嘅插頭，你好似咁樣，其實係好簡單嘅，多一個插頭就可以用翻啦。如果好急嘅話，就去香港買；如果唔急，我哋就會 online 買。屋企入面牆身插座全部都係香港採用嘅標準三腳設計。Figa 就話有人為咗方便，甚至將供電插座都自己改做兩腳。咁實際上咧，你會要牽一發動全身。你換過呢個蘇底咧，你可能要全部電線都要再做過晒。如果你唔係一個持牌電工咧，其實唔應該去換咗插蘇頭嘅。你有機會會接錯線，或者接觸不良，或者收得唔夠緊。我本身冇諗住錄音嘅，但係要符合翻 YouTube 嗰個影片要求。即係屌你老味啊！主席，你識唔撚識㗎？人哋用個轉插啫，你講撚到又要換電線，又要爭啲連個電箱都要冧撚埋咁樣。即係我想講，其實市面上買到嘅合規格嘅萬能拖牌或者萬能梳，即係嗰啲帶有 fuse 嘅萬能梳旅行插，其實合法地買到就合法地用㗎啦。即係你不如翻去溫下書又好，或者重讀翻你個基本個 A0先啦。唉，即係香港啫。哇，搞咗幾次都係唔撚夠長。即係補充翻就係、你喺市面上買到任何一個萬能梳或者拖牌或者轉插，只要佢有帶 fuse 嘅自帶 fuse， 就算個原裝跟嚟係13mm 都好啦，你咪撩起個蓋仔佢，然後去電器鋪又好，去鴨寮街買條5M 嘅10M 嘅塞翻落去。咁佢咪完美匹配嗰個兩腳又好，大陸嗰個唔知乜腳嘅，乜腳都得啦，有熔斷器咪得咯。阿柒頭應該夠長啦啩條片。